落嘿嘿哟，做唔得名道，做唔得踢到俩手哎。譬如讲哈，好到一下就周的，譬如讲我要救他们，我们同一组的哈。那时候我如果是因为第一个都要比较厉害，所以第一个都会救他们，救他们就有招式。好啦，好，譬如说这样。要不然另外一个对，以前都要这样玩了。杀杀了大拿雕啊！呀，那苏南葱有冇？大苏南的，苏南葱。哎，对啊，叫到在前面嘛，按你落去，苏南不弹出一嘛，对。阿峰来吃看看。吃盘了。好，哎，赌上荣誉。哦。啊！吃到有限女完了。老热大擂台，老热用下來。係喎，鄉親朋友啊，今日做一個特別計劃，有請到特別來賓，童年記憶啊，我哋分享嘅就後生少年嘅世界有乜嘅好搞、好食嘅東西，係啊。聊到前邊後生可能送一張世紀的事情。對，哦，講到安尼頭擺事情吼，頭擺故事，你應該會懂到吧？愛哦，愛很輕鬆呢，還蠻強，還蠻出色吧？咩？是咪細時間咩有啦？有啊。有嘛。細個時間有啊，因為愛有卡開店的。哦，開乜店？麵包店。哦，真的哦。哦，難怪是都叫麵包。就點了食了麵包超人也是事實啦。咩係正經的啦？就家一個隔壁有一個眷村有冇？就老個朋友小朋友頭版還帶特別濕啊。哦。有那種紅磚道。哦。你冇，他家就玩那個紅磚道，一格一格猜拳那樣。好無聊，蠻無聊的。你冇拿就讓我們分享，係啊。真的。這個時間冇搶了，做得發數據的啊，就會搞嘅，看有嘛搞的就搞嘛改啊。哦，我哋細時間，比如講我以後把搞水啦。哦。啊，真係有強本斯坦因地。啊，因為斯坦因我真係，過來用，挖嘅。一條泡都表示講唔就去搞水，希望按照屯。同學要帶人去山當摘伊那個綠的啦、柑的啦，他有太刺眼嘅。比如我兩阿母卡摘，結果摘好以後，再發覺夾個走，咩頭髮拍曬？咩嘢不會啊？咩啊？騙你哦，對啊。不過我細時間冇按多好講，因為待在台北啦。冇按到嘅大自然的環境，喺度鄉下真係動到好高嘅吼，而家都市生嘢搞唔到嘅，現代嘅生嘢咩冇辦法去感受到頭擺嗰種感覺。我知道吼，因為前邊應該都有很多，然後差唔多嘅 video。我們今天請到了5位，好特別來賓，好，喺度線上等下同人共下來分享哈，嘅頭擺事情。好，來，先來歡迎你今本嘅 TV，係你靈異現代歌帶來三個字。唱啦。有我那翻的腦殘那愛意有何那把中了下那。
里哦了哪里呀？好棒哦吧那，全家了是道，到了收下了。哎呀，開講，哦，哎呀，同人分享嘛個細細時節來分享。好高嘅事情，是哦，對啊，頭擺因冇下子冇錢，哦，他冇錢，哎呀，他種有冇錢啊？哎，種有菜，哦，肉有雞鴨，哦，但是冇要種菜又要雞鴨，有雞鴨，全部只係肉，該自家肉，哦，愛食魚啊，所以做啊，冇。我都冇錢攞買魚先。哦，我沒做啊，我用天的呢，用天較夾啊。天的較殘忍。我本天捌聽。我做你話做下太悶啊，哦，實地來做先，哦，做魚，做一次就煮飯啊，煮菜啊，是啦，哦，你像上次河巴年，你看到有毛海河釣啊，先看佢。佢喺沙地方有叫孔啊，佢會看住多少有沙有盤孔啊，唔做啲拿個錯啊，拿個錯拿拖看我拖魚啊拖嘛個像個乜個田螺啊，用錯就做得掉咧，田螺脆啊那拖用錯一掉個孔度，然後個毛係射出來，所以做到呀。誒，條友用得咁厲害呢，自由自飛哦。係每日有人都用撞係啦，用河去撞，哦，較夾。誒嗱，啊，特別細就按你教，跟小朋友啊，佢咩做咩係好教天天。係啊，係啊。所以條擺當到有做，你可能冇嚟啦。條擺嘅資源嘅環境清油啦，你可能係冇。記得我爸爸嘅朋友啊，啲山東方有一副嘅你魚塘啊，魚塘。筆筒，生筆筒啊，一發咯，係啊，就講叫我蒙阿爸我去釣嘅冇啊，係啊，我係都成定去釣，啊佢喺買雞嘅嘛，啊買雞佢種雞蟲哦，雞蟲都篤啊，都篤啊，啊佢釣就做嘅拿來就鮮嘅棒棒啊嗬，啊就兩隻腳嘅，兩隻腳嘅，做嚟釣啊，就雞蟲釣，哦嗬。撞落去，飛啊落去，冇2秒，就來去了，就2條，就釣到了，哇！一多呢喎，佢動觸動到啊，動上啊，你冇必須啦。哦，難怪哦，冇必須啦。有批到以後是個東西。哦，當腳哦，佢釣得有成就感嘅，你嘛？哦，佢飆啊下去2秒，你哦來了2條，飆啊下去2秒來了2條，哦，用釣錢夾咧。好，好搞，你下咁，你下可能就冇按到，專門學嘅，一模人容易釣嘅，除非你釣，專門俾人釣嘅啦。你下現在比當學嘅，佢學結構，其實愛跪下邊出，將學嘅復甦魚啊，哦，學了差唔多幾多錢嚟，佢去賣，佢對別是。弄個苗，誒，苗去賣啊！哦，我哋頭擺是個苗去錯啊，錯就做得掉咧。錯了啊，那個行啱啱錯，唔將個將種係將叫梅錯嘅種，那落得去，那拖東西是去下是都會下出來。哦，誒，很好搞啊，頭擺。很好搞，隨便釣就有。同埋很多啊，頭擺教一老倆喺教門向搶倆係。倆唔識嘅時節教嘅嘛，一定睇過。也就頭擺細能教嘅，也指標嘅，我攞指標嘅，也指標嘅。千久冇看到呢。也是彈珠啊，也煮油啊。兩樣辦教。頭擺因是啊。太不能 NT 哪能搞嚟啦？好，總也漂個，兩咩黑嗎？哎呀，也哪個？哦，兩用兩，也用，也煮就變到落去，像比如講，兩隻
哦，也用唔嚟咯。因为以前吼，Andy 会剃奶下发眼钳。哦，发眼钳啦。他看清楚吼。然后你个剃奶太严，太发嘞，太发嘞。头发可能那个水泥地啊，或泥土、土。对。中人，我哋弹出来啊。弹出来。比如讲，弹下伊结出来所以哦。就一三年，比如讲标5粒。就5粒落去，係啊，就看慢線先彈出來，看慢線彈出來，彈出來就會贏，彈唔要彈下，有啊，係。以前吼剃毛按翻吼，但出冇做彈咧，打出來冇按改啊，還有頭髮還有個竹的有冇？這個就吹有。拿个车个，有，嗰晚黑人，嗰晚係唔像黑矮吼，你就電毛眼對吧？像下果對吧？跌下落去，哦，叫我啲，跟住跌就做啦。對，冇係跌都冇準跌啦。你跳咗拿個塞頭咩？塞頭車，我都轉頭啊，有，吉娜插不上話咯。你沒玩過嗎？這個他們。我唔是教過我唱完教過嘅。我跟你講，我以前多準，你知道嗎？多厲害哦！我他演嘛，他演以後，你知道演呢，我打個球呢嘛，對呀，我頭擺做得安尼了，做得拿起來喎，按演，我做到誒。哇！我頭擺有按準的嘛。還有一種啊，我啲天嚟畫，fat 畫 foot 嘅。畫啦，而家咩叫啦？頭擺頭擺天奶都奶啦，係啊，冇奶啦，所以跟那孔那被孔啊，就等於用地擺皮落去啊，就等於地杯表咧那彈出來啊，都有面教啦，也仲係都有面教。一種嗬，以前並唔係講玻璃珠，講嘎拉斯。嘎拉斯，這個嚟一個人，嘎拉斯哈，嘎拉斯，咩玻璃嘅意思？嘎拉斯，對，嘎拉斯，邊個用嚟教你嘛？邊個用嚟教？邊個一三，比如講一般嘛，咩一般啊？二出幾多種？成個，比如講，變落去，一種變重嘅嘛。睇下都係前幾種，比如講一手拿嚟，再篤出來，用掉位啊，看見真係篤出來，篤出來，打出來，跟鬼遁出嚟。所以有啲人要不要用擼哦？有啊，擼到平平，我就拿亮掉，亮地亮強下，一盤，真係有玩，很硬。都冇講到，有啦，很有是按高呀，幾撇個，一按大便是看過，有，大本體反轉過來，所以講有幾撇個是按啊，得幾個幾撇個，就按到幾撇個，所以按撇個變咗個是，對，哦。這個比較覺得，迄件人吼，佢撞出邊牙王牌，你當然出去比賽，你就一定要拿個獎，對，知嘛？唔拉盤啊，按頭上面有教過嘅，天佑啊，王牌哇，盤嗬，佢睇啲做別嘅啦，佢做王牌哇，你都做過，那嚴用啲嚴人拉盤啊。喂，香港唔要票唔做啦，真嘅，韓國嚟要是曳舊曳，等下，韓國買哦，一嚟買咯，有，玩具店都有，其實老嘅係老嘅買嗰種賣玩具店係是有賣啦。哦，格拉斯，我今日試講，以前看到看住冇，我本來也想去做啦。哦，切牙做，一本來做係切牙做嘅，毽子啊，係啊毽子啊，頭髮要做嘅塑膠圈嘅，要啊，因為佢嘅愛技工嘅，嘅熊嘅人嘅，嘅小妹嘅一下正啊，好做啊，頭髮我就會用嘅塑膠玻璃蓋。玻璃蓋，玻璃蓋那點啦，真空嘅種，芥末拿來，真空嘅，反正就那布包起來，彈安樣。對。所以要堅持頭髮，哎呦，頭髮要睇啲，很真的，睇啲嘢寫冇教下到啦。你話佢清威教，寫個時間，跟住寫個時間，跟住知道啦。你小孩看了，比看了，咁你睇得到係啦。預備，開始。
哎，有哎，吉娜有，吉娜有2、3下而已。他以前可能6下，现在3下。我以前100下。你啊，跳班动会踢，还有花式呢，还有花式啊，腿太长了，谁来这么搞纸片了啦？脚太长了，玻璃珠啦，太厉害哦！你都吃宽了吗？吃过了，哎呦，吃宽了。来，呀，青少年走对了，我脚完去了。预备，开始。哎，有，4下一样，一样哦。我跟你讲，我有一次去北京呐，就那种广场有没有？对啊，我看那一些婆婆妈妈，那些阿伯，哇，那个才厉害嘞。都2个很远这样踢，有没有？还这样，还会花式的，花式，有没有？搞不好他毽子早就不见了，你这边他天天绕到给留那个。真的跟从的看，因为我有按枪。很多影片都看得到啊，对呀。对啊，跳扮眼镜跟高也动唔会搞啦，一样动唔会搞。是，真的，系啊，哇！就搞过嘅。系啊，我相信安尼观众朋友因为看到遐多东西咩同得，哎呀，叮啊，谢啊，这同欢喜啊。系啊，你东西好搞呢。哎呀，真的，挺好搞呢。哎呀，这我从样子搞半天的呀。系啊。老嘅隔壁零沙嘅小朋友向他搞，呀，深夜看到呀，叫我讲买个，你还买东西？哦，太棒了，真的，回忆。来看一下，哈，下一位啊，朋友叫介绍买个好搞的东西，好搞，大家听来搞，好来，好，来想回做休息啊，谢谢，好。撒哈雷要慢饮呢？撒哈雷，唔知有冇来分享怀旧的玩意儿？对啊，他那么年轻。对啊，以前还有啥唔黑吗？他会有一些儿时的一些趣事。不是任天堂吗？任天堂，那石头给他衍生一个差不多。无敌铁金刚，唔怕，糖咧就敌咧。好嘞，72代来开蛋果。好嘞。开蛋妹开来嘿，嘿哟，做唔得。名道做不得太多了少哎。譬如讲哈，好到一下就做的。譬如讲，我要救他们，我们同一组的哈。那时候我如果是因为第一个都要比较厉害，所以第一个都会救他们就有招式。好啦，好，譬如说这样。前面要这样玩了。对，同学的，牙针，那你就一直牵绳子喽。妙啊妙，公公车哟，给两条轮啊！嘿，阿妹又发来嘿，嘿哟东面讲那好。搭新朋友来妙啊妙，公公车哟，给无彩公啊。新做条龙来嘿，嘿哟哟。米啊，好伊嘿，把米玉太来妙啊妙，公公车哟，给比照林啊。树看条龙来嘿。哟，六条船啊，好伊嘿，六条唔转来妙啊妙，公公车哟，给我心机。
来喵啊喵，公公菜哟，给比照琳娜。树看条龙来嘿嘿哟，溜条船啊，可以嘿，溜条唔转来喵啊喵，公公菜哟，给望心机呐。三才有强样的吼，三才一组呢，哦，莫讲吼，哎呦，你偷偷问那个服装老师，没有，是他们偷偷拢爱讲。名字还有俩项链，你看这个项链呢，因为啊，两个高高，哎，是在爱讲嘛？没，爱讲俩啦，这个恐龙。冇啦，因为吼爱讲，今比要讲细细时节搞的东西，你还没选一种啊，就去请细细搞的那种给，叫怎么讲？小玩具，小恐龙，小塑胶玩具哦。有一张名俩小米了，小米啊，就像讲做拍的很也蛮不错的，就把它做成像。有，对，很可爱。小时候就会拿来这样子，对，这样按你搞，叠上去就养嘞，就觉得好快乐。真的，以前魔术机啦，魔天使啊，有天使啦，有天使，魔天做的看你到三台听听啊，就做的用俩度过很多时间。老青岛的朋友跟他搞俩时间。有拍得成的拢玩一下，有拍得行的拢玩一下。哦，有，做得玩来玩去啊。系啊，一天做得玩来玩去啊，就玩到自家上还用个贴片盆呢，还有尾巴会翘起来。真的，换到最后换到一栋别墅，有没有？很希望加价购，对，现在不是有在网络上那换东西吗？换东西，换做的换到嘛？做得咯，真的换到一台保时捷可以。或是换到个上节目上闹热，哎呀，这唔是换啦，那谁要？你跟这个时间出太高了，应该有青岛好高的东西吧？有啊，我细时，因为我细时合唱团，合唱团很重要哦。全班有64、65场，男生很少，大概10几个。然后我们教室特别台，因为要练唱嘛，又有钢琴，规班都会合唱团就。规班合唱团，这种时候。一听教室比较大，在边顺后嘛，旁边有一个储藏室，是隔壁间。你知道以前小时候最喜欢去哪里？去儿童乐园。哦。可是谁没嘛钱啊？爸爸妈妈没时间。你出必须时间就可以去，像小时候可以去大同水上乐园。大同有没有？就是去儿童乐园。这个圆山给大同水上。大同的不用扣。9去100啊，不用扣，不用扣。9去100，除非想讲啊，哈白去唔点嘛时间，我就有一天灵机一动，小朋友都很爱玩鬼屋，我自己懂爱玩鬼屋。隔壁有一间储藏室，我就把因为里面是放桌椅啊，都很暗很黑，蜘蛛网，那就用桶后搞，阿冯姑，吉娜，你礼拜好，把它弄一下，把它弄成鬼屋，然后有动线。桌椅这样排，然后就请抽起来，天黑，不会啊，有不会，有啊，然后还有细时间吼，譬如讲3、4年前，你不会懂点，就说好，就懂点一样，就简单而已。摸会反带，你就觉得哇，这个头是不是在哪里？真的，我小时候就这么聪明。然后还弄讲还说呢哦，青菜这样绕一圈，下课以前下课听一节有20分钟嘛，然后就请同学了，落来看。输钱10条，哇，真的呀，还真有穿钱，因为穿钱就罚阿冯姑分5条啊，吉娜他给他办他的东西，分15条，你们数10条，他有的我真的还就这样排队哦。你小时候就有这种生意头脑？我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要做，我只是觉得说，我这么辛苦要慰劳其他人，我自己抹麻钱，就本太高，好搞定定就本身上反映到奇怪，
给一下课用排暗床椅，你做嘛该？我跟你讲，正经有一年老师自己来玩。哇，老师有给你钱吗？没有进去打我们，打你，可以给保美就封起来，就是把它锁起来。哦，真的啊！我印象真印象深刻，有一班人佢小學同學會係講到呢件事情，哦，有啲人嚇到以前都唔敢行嘅件。都敢嚇到，哎呦，我也做过鬼屋呢，还没穿钱。真的哎，鬼屋真的好赚钱，鬼屋真的很赚钱，真的吗？哎呀，真的做鬼屋穿钱啊！什么鬼？20。唔係捱租捱正經號有差，你看你鬼屋還正經當流行。你们小时候怎么有这种头脑啊？我也不知道。还有一年个转呢，用成一个古井，然後蜘蛛網哈拉卡沒有，做的用棉髮。擦，哎呀，太吸引了。後來我根本沒有帶東西了，哎呦，還有帶東西，還有按到東西。哎呦，我帶動到 T100，你可以嘞。我先講，T100，你還買個集郵冊哦，集郵冊，因為我看起來好有年代哦。發出來，我啲天賦不到，跟爛鐵的，我真的非常的。這是你集的嗎？我集的哦，我的第一本，對，我的小學大概2年級開始集的，然後你看哦，哇哦，我就以人物啊生肖為主，這個有年代啊，你看，有用過呢，全部用過誒，以前我們那個漿糊，我剛剛欣賞講漿糊有冇講？漿糊，因為以前他還下新呢，打落給信封當官，我就講阿峰哥有你下新一本冇？我就跟他要了以後剪下來，剪下來，拋落水底，張周的拿起來，拿起來，塞必走哦，張周的擦起來，哇，你可以嘞。很有年，還有蔣經國，有啊，蔣經國，國父，對啊，係啊，還有你看哦，生肖嘛，然後以人物為主，我帶來他年代他舊的啦，還有那個故宮的紀念郵票，嘿，還有懂 TP 的，你看10大建設，哇，有冇？好，10大建設，還有建設英國清舊，中美合作啦，然後還有。莊敬自強，處變不驚，還有 Hellboy 哈，你看哦，兩種這種郵票啊，廣告呢，一條半，2條啊，3條啊，全部有，還有我有帶了我第一種，收集到的應該是國外的郵票，以前哈郵票按那種，有，上不下嘛該，我記得集郵3億。是什麼？移情抑制除財，莊敬自強，消滅共匪，不，還有一些政令宣導，你當不會就衝了。不及匪共集團郵票。我收藏的第一張外國的郵票係法國的，法國的。嗰兩時啊，我同到同學，還有我姑姑佢都有朋友出國留學，佢會寄郵票轉來幫我。呢第一張外國的郵票，哇，係啊，你看呢。就保存得很好，這個很值錢。然後還有董中有黑馬干那個美國洛杉磯奧運紀念郵票，哇，就第2名，這都好有紀念價值。係啊，還有兩種，你有冇用過民國63年。哦，63年都年比那跟你哥用什麼某一朵 CD？某一朵 CD 國小。哇，63年呢，哇，還有第2名，哇，它剛好就是一組4張，跟郵票哈，當年都會發行嘅紀念郵票，當年都保媒啦，帶來當到 T100，還有當到後世，還有 T100我買嘅唱片，哎呦，哇，李樹全哦，有一些聲音在我的胸懷，嗰兩時哦，愛彈唱片，要當到錢，這樣都被買，存了好久的錢。黑膠呢？黑膠啊，有冇卡有黑膠？有啊，有黑膠。嗰兩時，我卡算有錢人吼，有黑膠。算黑啊，特別係糖嘅卡帶啊。我跟他有一次在高雄藍寶石同檔。真的哦。對啊，他就在。你懂風呢？對啊，他現在還是一個蚱蜢王子。他現在是一個 CEO 哎。對。一個科技公司的老闆哎。哇，兩種經典的經典的。一聽愛流。明天會更好。嘅 Hellboy 嘅人，歡迎董董。你看，哇，不得了。董董人哈。我就是晚1年出道。對，就差1年。就差1年，我就那1年剛好我就是
就玩那么一年。我如果出道，我一定是在里面。真给啊，就坐在看到罗哥，对啊，我应该里面还有奶哥哎，对啊，还有董东也，对啊，杨烈、王梦麟，台语歌手有江蕙啊，洪荣宏啊，对，这两个那时候费玉清都在这，真给哈，齐秦哇。哦，雨天你们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哦，差1年而已，不然那个位置就是你的。没有，我只能在后面大合唱，唱出你的热情给团啊！哎，能够做得冲就不得了嘞！真的，看你啊，泰嘎哎，再翻唱还是很好听。后带来后，最近对岸好像也要翻唱这首歌。有，还带了后色的呀，没有后色的。譬如讲。太祖公啊！哎呦，大主公，太祖公一天都是的呀，买得多啊，買得到啦，買得到。然後個老街嗰條地方有賣。你還有摸不還有賣？還有譬如講你抽有冇？抽獎，對，一口出兩種。真嘅。我頭擺我已買啊來，本人多啊穿錢。穿錢哈。應該講國內賣。國內賣。還有香煙糖啦、火柴啦，還有什麼面茶粉？面茶粉有。最近東東吼帶來。分享給大家，清涼帶哈，還有有人講，來給你帶來按度，有帶貼片東西了，非遺欣賞，他帶的東西更特別。哎呦，有哪個東西？其實他已經很特別了，你還會比他特別，很厲害。你不能輸哦，你輸了你就落差了。其實我們小時候都有集郵，然後剛才周有講到那個10大建設，其實我就想到，其實我很有一陣子，台灣有那個電話卡，我就很喜歡買各種的電話卡跟家裡，然後就。買了以後就把它存起來，一張要100呢。對，我就帶了這個電話卡本。哦，哎呦，哇，來，你下來一下。好嘞。對啊，因為這個很特別，因為剛才提到10大建設，其實台灣以前非常的很漂亮，真的，你看有很多都是很漂亮的風景，然後田野的房子，沒關係，他一直掉那一張，就是羅哥撿起來那張1000哦，有沒有？都是一些很可愛的房子。有呢。那我覺得，對啊，你還買一本的嗎？他是每年都會整本一起買的嗎？整本一起買，每一年都會出新的嘛。對，它會出新的。其實愛集郵也是這樣，就是有一些零散，但是後來我們就是。我爸爸跟我們都會有習慣，就是直接跟他們訂，然後每一年就一本。這套其實我很喜歡，這個就很經典。哦，那個是誰的畫？劉奇偉嗎？就是以前台灣的田野，就是放牛啊。其實這個郵票也是有出這個圖案，它是非常的經典的一個圖案。給你天發卡做得用嗎？做得用。我記得有些地方有機器可以用。現在有一些外籍的朋友，他們會用電話。對，好像不曉得現在的長得一不一樣。對，我知道我們家樓下還有一個電話亭。對啊，你看多美啊！我很喜歡這樣的感覺，所以這一本我今天帶過來，這一本是我最喜歡的。哇，真的。那這個現在有人，比如說在網絡上會有什麼出價啊，要去。其實會有專門收的，尤其是。因為它跟郵票不一樣，它尤其是這種套級，因為用過的電話卡它就是會髒髒的一卡一卡，但是這個是一整套，其實不容易找。沒有用過，但是郵票就冇用，郵票有時候珍貴在那個郵戳。對，有使用過的，所以我幾乎都是收郵戳的。哦，那個郵票好像也是現在也是，如果價值連城，真的冇想到哈。我也沒想到今天有機會可以跟大家分享。謝謝慧茹老師。好，所以其實我以前也有，我爸那時候有收集那個，就我們中華民國的那個國幣啊，那個有，哎呀，從一角，五角，一角不更黑，一個充實可愛，就是發行這個硬幣到。不知道到幾年，那時候有出了一個，然後就紀念的，對不對？然後就會少幾個嘛。哇！我爸有收集，然後就少幾個。有一次我就在節目當中就說我少了民國幾年的那個硬幣，大概怎麼？真的後來又有一些觀眾就寄給我，真的，真棒哎！然後就那一本有收集完成，好棒哦，要好好收。有4本，哇！真的，你看我眼睛，發亮。好，最尾嚟
高粱。哎呦，细细时间一定高高啊，什么？哥用啥来吧？走得。用啥来一啥高。来，我刚刚才。你为什么拉？你要玩？我刚刚才看到一个影片。什么影片？一个，这不是那个要那个。是要拉紧还是要玩小皮球？那慧茹老师一起来玩好了啦，慧茹老师。要搞。费行商，你费行商，你周群的周在吗？那佩轩呢？那我游戏王。佩轩来了，来游戏王啦。佩轩穿高跟鞋，他今天怎么玩？的要怎么玩？你知道吗？以前毛以前哦，先到脚踝。对，先到脚踝。然后讲小皮球，有，这个是跳花绳，跳高，先到脚踝，我们直接从中间好了，好啊，可以啦，可是你们穿高跟鞋可以哈，直接从中间可能就要交给直接救我们了，做唔得，名度做唔得踢到俩手诶，输那的做唔得，跳高。那时候我们都是分2组啊，或3组。现在要从膝盖。对，像女生，因为她们今天穿高跟鞋比较麻烦啊，我可以示范。哇，你们怎么这么的贴心啊？来高一点。我们直接到腋下好了，哲伟哥直接来一下。譬如讲哈，好到腋下就周的。譬如讲，我要救他们，我们同一组的哈。那时候我如果是因为第一个都要比较厉害，所以第一个都会救他们就有招式。好啦，好。譬如说这样。以前都要这样玩哦。对，同学这样。那你就一直牵绳子哦。老师哦。更高。譬如讲我丢起哈。高。然后我就好厉害哦。英雄救美。那问题你碰到了？没有，我不算，因为通常第一个都是比较厉害。这个高度就可以碰到。对，譬如说你是这一队的1号，最高到这里，然后还有绝招哦，叫穿衣服。穿衣服。哇塞！真的那时候真的有这样玩，是不是？有，真的就是要过关呐，就这样。所以你可以吗？穿衣服。对，穿衣服，穿得到了。这一招叫穿衣服。你不要把自己衣服脱掉了。掌声鼓励，厉害。这样子，你看我们那时候就可以得到乐趣了。然后如果输掉了人要干嘛？你知道吗？就要换你去牵绳子。对，你懂我意思啊？然后换罗哥，输掉罗哥就可以来玩。然后就换我穿衣服。对，你来试试看穿衣服。你要跳，不要笑我。你可以跳我的话 ，OK 哦。以前我记得还可以，对，可以，然后有这种，对，然后脚要过去，下来一点，你们很坏，给罗根过啦，就是手不能碰，对，没有，刚刚那个是对的，脖子是对，来，有吗？有用脖子吗？让你过来，脖子好，脖子，然后手不能动，脚要勾，对，然后过去，然后再勾起来，我很敏感，不要再。要拉锯吗？有没有？就是这样。然后 free 型上还有一个女生最常玩的小皮球，大概到腰，对，就是。罗哥你也会玩的，很厉害，脖子这一招，勾脚的皮球，香蕉油满地开花，21、256、257。28、29、31，你要过哦。我忘记什么？好像这样对，一转就跳出去了。就是你在脚转过来的时候，张到对，转一圈就出去了。那你来，预备。你有玩过？哎呦，来，那么年轻，可以哈。香蕉油满地开花，21、256、257。28、29、31，对，掌声鼓励，厉害啊！时间都在教室的那个走廊玩啊，对，走廊就可以，走廊就可以玩了，真的，CSS 就按那，哇，好玩吗？好玩。怎么那么累啊？如果我没干嘛，我都累了。其实现在把这种东西把它宣导出去，我觉得可以。小朋友应该会觉得哇，原来以前的童年可以这么好玩。其实以前真的很棒，就是你下课也不用去很远，一下课大家就把这些拿出来玩。对，真的。对。很多人拿个出玻璃，这样，然后玩那个，就不要一直玩平板啦，不要一直玩手机，玩这个还可以练一下体力。真的。对，至少可以这样。
练一下脖子。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变2条线了。啊，对，有2条线的。对，到我们的时候就是好像有2条线的，有2条线的，2条线的，对不对？好，2条线的我们下一次了。好，我们下一世代再来玩。好了，什么太嘎了？哎呦，安后，只有我们这个年代真给才有这种东西好玩。对，这些都带去吃，大家吃，大家吃。一定要再等绿豆糕。这个弹珠汽水，弹珠汽水很久也没看到哎，真的。有一个人去买弹珠汽水，老板说那个以前是玻璃的，头发那 glass 的，对，玻璃的 glass。对，哦，青狗没看到。有个口疾人去买弹珠汽水嘛，有没有？问他多少钱，老板说100块，开什么玩笑？老板就开了。他说我没有要开，你是开什么玩笑？哎呀，好啦，什么太嘎？哎呦，谢谢。好，今天送青哎呦，好吃好喝好玩。哎呀，撒下来，撒下来，继续喊一遍。俩车过去，哦，唔系车过去欣赏啊，期待来平板之外，其他的东西弹啊厉害，真的吗？一听到哎，你家都懂厉害，有实力吗？有实力吗？今年其他冇强，其他的东西弹啊冇强，真的门口的石狮子，44只石狮子吗？洗几，好啦，欢迎车过去欣赏带来嘅平板。撒撒了大那条啊，比人讲啦吼，也係伊個脖子吼，誒，這邊啲咧水嘅，來啦，哦，我三個呀，誒，也要咩做的用啥？啊，也要咩做的，你只看咧哈。阿峰嚟吃看看，吃看了。好，哎，赌上荣誉。哦。啊！吃到有些软了。欣赏就会欣赏，冲出来个真的水边冲就按有有米啊，哎呦，真的，汉化还有米呢，这个用暗火糖啊，冇样啊，迄个冇起嫌的事，这菜爱冲，唔免爱冲死啊，爱糖都牙高上，还没清爽，没冲死，冲死你比牙较大啊，出土做其实出土的时间啊，一个时间没有你12年，火糖，然后冲子啦，哇，嘅上面去哦，你差唔多睇矮度些，有一輪冇？差唔多一輪啦，一輪啊，47啊， 47年之，已經超過8年咧，14，
14啊，差不多，所以14，而且特别後生，教嘅東西應該咪差唔多吧？應該差唔多啦，但是我看唔似㗎，講人咧屋卡反應如何？從喺度從細夾硬發啲田。一聽就有畜牛的嘛，種牛，對，樣子種牛割草，一天免不了。農家，對，也係農家。我就特別以往我用是沒有田啊，但是從本人講得多。哦，應該。你地主就出來，地主，你屬國主就好。但是冇等係咪？下邊會同學有冇？同學嗰時叫手錯啦，個個時會天數。係啊，係咪？哦，咩去同佢啲手錯？哦，手錯。手錯是養乜嘅你話？沙果。唔係沙果。哦，乜嘅？嗰水坑有一種棚誒，水棚誒。佢好，佢雕人像青銅哦，真的哦。佢有一種那水棚。水棚誒，係水質嗎？對，沒水質，佢一種那水奶棚啊。哎呦，佢一種，佢會雕人誒。哦，真的哦。佢一般一條老人家叫啊，佢都走一下樣你馬上。哎呦，關西都走誒，西人會表起來。哦呦，但是講到一壯牛啊，我來講。哎呦，壯牛大家就地講嘅牛會按太雜。做埋嗌條西人嘅權益去。牛會揾人。哦，牛會揾人。會唐人嘅吧？樣板講咧，啲老人家就講阿爸、阿公，我係講去裝牛，嗰啲牽牛嘅，佢就地講去吹實錯，佢當槍我停定去。哦，這種按腳橋。對，雖然講佢按太窄，佢以前係佢要咩衝out過日嘅馬路，但是嗬，停下來佢又會停下來，行佢就行。但是咧就講乜嘅呢？去到見工人嘅一個天順。行天順路嘅時間，鐵講同嘅天順塔快，天意佢看到嘅我按講，順沙就失嚟。哦，我識嘅啥嘅？對，佢會識嘅我落去，一南面人就會一定會變老人家嘛。但是唔真是按來去嘛，來唔去，但是佢留到現堂呀，發覺做唔得識，佢又唔會識。哦，留到現為就養怪。跟那經過嘅模式，你帶到哪一識？一般來講，河巴筍啊，甚至講山內行啊，就是臭就有。是臭嘅地方。哦，最主要啦，河巴筍嘅臭水臭較多。山東行以前也臭嘅青多。唔像而家來講，山東行青多臭嘅，全冇人會識嘅。以前愛침臭來講就冇人講。真係哦。真是愛침臭嚟講。因為真係有靈性嘅。我看到一條影片啊，嗰一啲老人家佢就因為而家冇田冇乜嘅，做牛會送走。牛會開嘅，所以可能牛會係停下來，多轉去。開卡了呢，拜呢，萬物都有靈，真的，哦，你看得很感動，好。還有哦，老人家講，牛嘅啊，係上大唔就冇去。牛會上，上大位啊。因為樣呢，以前一家人沒熊牛，幾家人沒熊牛，唔多見到山上一河巴筍，我讀到啊，牛會溫水見到河巴去，快嚟給予當牛嘅，佢一看到都扭滾就準備要付咧。牛話呢？我有，我上大。你講。cái nhiều ấy sòng tây vậy họ, anh xây gì này lại ít thiên lại, chú chọn chú tên gì, cho những hẻm thay nhìn rồi, trang này họ, một cho ngày đấy朋友, tu sĩ就本日國叫到，哎呦，cái後代國唔係叫親戚，也因為我嘅同事你嘛，對，所以講也因為時間。其實本身就按太窄，唔講我一見佢，我一見東西是佢怪怪聽，都想大家就盡量莫按講就好。他也會失去理智。我是表上意，其上意。佢要唔自家認為佢嘅興趣，聽人哋認為就做。一般來講嗬，係要講我認為文言人，真是文言人。像乜個安那個通宵，給他有個秋茂園。對，因為炒到個牛尾當行嘅嘛。本社會，因為以前苦啦，也冇可能講，你同協商協起來做經驗，所以就完全都冇協到嘅方向，就打喪。然後咩咩準備清楚咧？哎呦，今日要準備乜好料嘅咧？然後就感覺有嘅係用人推，加下折尾嘅感覺，還是高高，結果欣賞了就，也來講哦，全部以前人。
实在讲，大家都苦啦，啊，个以前伊咪讲个我卡苦，佢完全用手工做，自家做诶，完全手工做，用手工自家做就哎，对，不管呀，那壁薄嘅，壁薄嘅，对，哦，哎呀，壁薄嘅，細人嚟教下嚇，哎，哎呀，那嘛，竹蜻蜓哦，竹楊米，竹楊米，哎，要竹楊米嘅嚇，哎，竹楊米，做嚟吃。呀，我諗嘛，也就剛才講嘅沙沙大條，沙沙大條，又要咩咁樣啊？因為以前到嘅書嘅要嘛，到到話茶用得嚟，人就同佢記起來，就係樣做起嗬，必唔係用樣呢呢，做起嘅嘛了，我以前到人家嘅我都擺嘅招布啊，女係，我同佢剪起來，爭來。咁樣做，也時代較進步嘅啦，也買到了東西，也買到嘅東西，也幾可能大家都我樣係教過，我這個台灣沒有做過，這種書呢，把它像沙漠嘅東西。對對，佢敢會做出去？咁啦，叫咩啊？呀，攞蘇嫩葱，有冇？蘇嫩葱，對啊。叫到佢前面嘛，按你落去，其實呢個彈水嘛，對。廿咩戲啊？佢也係，也做呢個人家做起嘅啦，嗬。也比北中來講，就人家就一下人搞個 BB 彈嘅啦。BB 彈哦。其實以前咧嘛，用紙嘅尖水攞到圓以後，一直撲上去就出去。哦，係用教嘅啊。對，那教課啦嘛，做啲教課啦嘛。做得啦，嘿。哦，小學先生敢有教過兩種東西？西來教嘅東西。年紀應該差唔多。差唔多嗬。係啊，應該有教過吧？係。考慮向下教。所以小老師應該要做用米嘅應該有啦嚇。轉阿姨。我對。吃安龍阿姨。係啦，嗱。哦。有。比起來啦。我比哥哥吧。我比哥哥係啊。彈過去嘅，有。小學先生教哪一種？我教哪一種啊？我教下簡單嘅。蘇嫩的啊，較簡單的。蘇嫩的葱。也就必搏嘅。生肉，係。哦。誒。老貴的，也係要樣板的。以前那個圓的字啦。圓的啊，做冇圓啦。空氣冇足嘅話吼，就打唔出去啊。也係因為空氣有。冇做唔到有空氣，做唔到有空氣啊！他懂煙呢，哎呦，攝影大哥小心哦！夾打到係呢樣樣，係啊，哎呦，呀，當初我都必搏嘅，有必搏嘅，所以當初講製作單位啊，葉夢嚟講，佢危險是大過夢嚟講，一打到人就會痛，會，你痛感覺就會以前小學嗰時嘅炒咩嘅，細嚟同學嗰條魚豆蛋，其實彈牙師傅啦。哦，彈師傅嚟。有呀，一竹楊面，唔好看其他嘅香奶片。哦，廖導演我哋做片，但是我也係做料片嘅。哦，像料片。同一般嘅出神嘢嘅熱腔樣。哦，嚟好，係啦，嗱，係。哦，去哪裡？所以我教佢做唔小剛老師嚟啦，嘿。我教佢做唔聰明啦，對啦，係啦。一般來講嗬，教佢做樣面，以前要比高，賣你比較高，我賣你比較遠，所以唔使送喺時間。唔好看一個往蛋糕，一個往面前。哇！哎呀，你方向和方向啊，哈！一次架做，一次架做嘅哦，厲害哦！又去神康黐足嘅嗬，又要黐到足頭。也個囊吸盤咧，真要噴發破也嘅熱啊！係你講潛到嘢，用撲撲嘅冇囊咧嗬，就做唔得咧。哇，很厲害，厲害！對，安尼秋霞老師教那種嗎？蘇嫩葱，你講教蘇嫩咧？嘉樂師先吃飯有講過嗬，五條蘇嫩要殺5隻，要殺比王。哦，殺倆呀？誒對，哎呀阿馮姑應該也會教。來，你先試下。我先吃哦。吃家用搞就做得了。用哦，數按超快嘅位，最少要你，對。用皮數嘛。按 Q 那差唔多，真係冇屬有問題哦。哎呀，厲害！所以
再讲啦，人讲嘅跳绳的呢啦，跟以前单西门人教，我哋西南人乡下人啦，一定要教較出級的喂。哦，係要乜出級嘅？乜嘅出級了，就一樣嘅呀。再過來就13,000出級了，但是片哦做唔得用石頭。哦，石頭不多，所以以前嘅嘛就用報紙。報紙哦。用報紙，比如講啦嗬，也係一個報紙嗬，沾一啲嘅水以後。來啦嗱。哦，我沙嘅嚇。也要咩做得？咩做得用沙嘅？也要咩做得？只可能嗬。來。好，也就講，也標準的啦，也就按照標準沙，也仲較強，也仲輕強，所以講沙雕的，佢雖然冇乜好食，雕很用咩好食啦，就會用下用沙。阿鳳嘅框框啊，阿鳳佢嘅阿太實用，下班就唔係沙啦，沙雕，我啦，很用的種的沙。你來教下遊戲好冇？係乜遊戲？大家要講過嗬，5條樹呢？本沙5度看沙度冇？沙度5條嗎？咩？我一幾嘢做本沙，嚇，比如講也T條，T條。也就本，李老師啦。你用係加沙，沒沙過嚟。你要長一點，遠一點，遠一點。會不會射穿它？哎呀，還有樹啊！強姦啦，做唔得。跟住強姦。哎呀，好冇咧。有咧。強姦做唔得啦，強姦有空氣有做的。阿鳳嚟吃看看。吃看了。好，賭上榮譽。哦。知道有些女人好像力道不夠嘞。力道不過，也記有問題。我來吃看呢嚇，佢講也力道，因為也記嗬。個細記嘅槍較好，細記可能我較好殺，但是你冇呀太記按。係啊，真係，咁我太極較遠呢。我冇人。食講呢嗬，距離較遠對我嚟講，啊，見準。哎呦，啊，對嘛，技術的問題，係技術問題。也沒講技術的問題啦，最主要就講以前細人呢有大導人，大體的就表示影小體的，我冇厲害。身上還有帶個機油車，機油車裡面有收機出嚟。呀嗬，已經就轉房嘅啦，呀嗬，唔知多研究嘅，我也唔記得啦嗬。哇，這都泛黃了。以前那樣辦了，冇錢好買細人呢，去買便機嘅呢，買便機亮啊，出到一些錢，留到嘅錢，又來買郵票咁樣，所以啊，啲郵票以前都。講用一年用天呐，現在人就買去。但是要保存都當好啊。哦呀，保存已經有40-50年了。哇！40-50年之久誒，總統講功。紀念性誒。呀，做得講，對，呀，我以前咪個同中美嘅合作全部都有嘛。有。哇！日本唔可以比嘅人做嘅較舒服。哦，佢種嗬。以前係咩油濕過，比如講創業嚇，有用過油票，也有用過油票，但是後面簽嘅有一啲嘅錢係咩價格買，因為買同係買實係咁樣買油票，就咁樣，冇油錯嘅都錯嘅，油條冇油錯，但是油條佢看到醬係有唔同樣嘅，所以啊，唔可以啊，也就有錯過嘅嚇，也有油條冇油錯過，我最主要就樣了。貴嘅係咪買唔起，只能買也買出嚟便宜咧，就加價買。我講哎呀，咪個中美合作也就加很多，連個簽名上河圖，對，將嘢全部都做起嘅啦，嗬，做起嘅當然。記得，所以唔看也當時人就點看呀，除咗簽名上河圖，其他咩係當道嗬，當道就講。連章的，你就做我們的拆開來，拆開來就疊油，加下做位也叫咩油？但是假冇牙按齊全，頭擺嘅對，頭擺就3個假都冇按齊全，唔錯嘅也郵票也郵條就
做嚟講要50年以上嘅。對，所以做為嘅本做嚟特別嘅啦。其實哈，我一開始攝郵票係要咩空壓樣呢？但係看到郵章嘅郵票，人就剪下來，隨時裡面嗰個同你打起來，好一夾。咁樣子嘅夾個夾嘅平嘅以後吼，誒張同意嘅，誒張嗰度標起來，佢就看獎冇加出，所以後面人張我依個賣錢嘅郵票，誒賣錢嘅郵票，也就要乜嘅，要乜嘅，也嚇，也嚇，各種嘅事情翕到一張相，也係同阿露台。哦，呀，露台，呀，以前係冇係嚟轉服，哦，唔免啦，唔免啦，我嚟我露台，呀，我咱國中神啦，嗬，呀，就會做起來就按到簡報，哦，簡報紙來看啊，呀，唔知個新聞呢？咩，好看嘅文章就出嚟，文章就建起來，愛與性。哎呦，哦，你看，哦，前天都太嚴重，我了解啊，對，所以也當到唔單止講也天天啦，嗬，當到人講誒各方面咧，人都要同佢講。頭擺迄樣買唔起報紙啊，樣。基本人我卡都冇買報紙嘅。啊呀，就全部那一件呢。佢就攞擺有啲人都報紙，人就拿去剪。哦，就係樣，這好珍貴哦。誒對，所以也要咩？要咩導演，要咩工作人員嚟？台版咩冇共用？唔係呀，也全部都已經就變網睇變出嚟。誒唔怕冇相關，也冇相關，係冇相關。哇，好珍貴的東西。很值錢哈。嘿，對呀，對他來講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係啊，就講細年嘅記憶嗬，拿出嚟同大家分享。尤其也嘅東西哦，也實在講，係冇按樣嘅。能力去做你就冇好搞。對呀，以前冇自家去做啊，你就冇東西搞啦。對呀。你講可以買嘅玻璃珠、格拉斯，你根本都冇錢好買，佢就只能自家做啊。係啊，誒，可人家熟係咩都熟嗬，十多時。做嚟買本披薩。冇啦，一下來嗬，做夠成次就好啊。佢話個銅鋼係要冇嘅，你講嘅咩要啊？因為我見咩本來要帶你嘅按照理念要冇，佢用事嘅，用嘅話茶係撞嘅，留得很白，唔怕冇相關。韓式過來做100的，摸一下全部東西啊，有樣，天天的慢慢的亮底牌。好，冇問題，冇緊張。啲駕駛個有乜嘅感覺誒，頭擺要當到東西好高嘅，唔係做提供牌啊。對，有樣，係。哦，按照這樣都得。冇，沙下來，你看莊慧茹。好，莊慧茹是給帶來愛剪髮。誒，叫他來彈一下，吟誦一下。愛在風中剪髮，這個也是我們常玩的，這個也是隨手可得，不用花錢，就會折紙青蛙。跟同學比，我們也可以賽跑。還可以賽跑，要怎麼？因為它會跳啊。你這樣按，那比較大隻，它身長比較長啊。可是你要看它會不會跳。真的會跳，真的會跳哎。哎呦，好可愛哦。每一隻都會嗎？哎呦，這隻跳好遠。哎，呼呼，它翻倒了。你看我哥你不行，下面不行。
好听，哎呀，好美啊！啊，有，声音圆圆嘅，从飞行上听哟，嘿呀，谢谢，还是很开心可以学这个小调，小调歌对，可能顺风调啊个手下欣赏起过先啊，腔下冲的。对啊，我很谢谢秋霞老师，因为我在练的时候被他纠正了很多，不能说指导了，所以很紧张，我就很担心我在他心里面他是纠正哦，他不是指导，谢谢老师，你们请用书啊，欣赏。对，你有童年吗？有，我小时候在 CC 时间懂牛哎，你用蛮牛的，讲我们大家分享啊嘞。其实我有兄弟姐妹3个，但是我哥哥就很安静，爱通爱露台就很皮，对啊，我们蛮皮。很皮。我们小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如果不在家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一起狼狈为奸，做很多捣蛋的事。比如说，像我们桃园哦，有一间饭店叫王子大饭店，我们就打电话去，喂，请问你们家王子在不在？然后对方就说你哪里找我？我们就就笑着把他挂掉。然后小时候也是。就是真的，可是CC 时节有很多东西现在都有在卖，比如臭豆腐或者是酱菜，现在都有在卖，但是都不一样。以前的酱菜是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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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他推车，然后我们就要拿那个家里的盘子去装，然后还有臭豆腐，然后臭豆腐他就播那个凤飞飞的歌。哎呦，播哪一个？他凤飞飞有什么？你们吃了我的臭豆腐。抱你吃在嘴里多舒服，只要你天天吃豆腐，你会觉得你有多幸福。我都还会唱有2个歌有，然后那个臭姐有这首歌啊，有好生活的歌，那个臭豆腐就会播这个歌，然后有一次我们就很皮，听到他又在播这个歌，我们2个就又捣蛋，在门口说给你买，然后他就停下来了，然后我们2个就这样笑。过了一会儿，他等了很久，怎么没有声音？又开始，我们就发现他又开始启动他的车，又要开始走。我们就说等一下，然后他又停下来等。我们2个在里面笑，最后他就很生气。搞给哪？就这样，就骂脏话了。对，就真的。然后我们2个在里面笑翻了。我们就真的很皮，而且以前也常常就是很喜欢爬树啦。爬树，你们是？我很会爬树。属猴的吗？不，就是很爱爬树。因为以前其实就像我刚刚的电话本里面也有一个照片，我很喜欢，就是以前小的时候田地很多，然后就会有土地公庙，然后上面就会有一棵大树。土地公旁边都有大树。对，大榕树好像是遮阴这样子。那我们就很喜欢爬我们那边的一棵树，但是在那边的农民其实很不喜欢小朋友爬在那个土地公的上面，土地公有点不敬，对他觉得不敬。然后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阿伯，他每次拿个因为以前浇田地都用那个很长的那个瓢子这样，我们就叫他老公阿飘。然后他每次远远的就在那边骂的时候，我们就噼里啪啦从树上跳下来说老公阿飘来了，然后就跑啊这样。我爬到国中都还是做这些事，你是住哪里？你小时候住头岩头岩还在头岩，对。那有很多好玩的。真的很好玩。你的秋华欣赏没亲会爬树？哎呦，真的呀！哎呦，不是爬墙哈。老红母。对。你有爬树哦？你有爬树的一种嘛？细时节你冇蛮好讲嘛？去树的太电光诶。捉迷藏，嘛干嘛来呀？去树动要去到这动脚，我这是运动选手嘞。我也是哎，看唔出啦。我也是，你把我爱饲了给啊！看得出来。我小时候也是田径队。要搓虫，就是咁么难。前忙拿到啊！忙拿到。比就更发清有精神啊！哟。爬树高手，运动健将呢。对啊，我以前也是运动员哦，真的。对，我一直到唱和声才开始，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时间去跑。对，我以前是短跑。哇，是竞赛的。哎呦，对，冲刺那一种。对，100、200、400。
然后低栏。哎呀，厉害，好专业的感觉。哎呀，难怪那么会唱歌，很爱跑。运动的人都很调皮啊，那个肺活量还不错。对呀，还有什么记忆中比较好吃的一些美食？有啊，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我特别喜欢。我们来看一下，我今天有准备。哇哦！我跟你讲，这是爆米花，可是爆米汤，爆米汤对。虽然现在啊，你也是吃得到，是吃得到买得到，大家吃得到。但是某种用的感觉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是人家拿一个黑黑的那个机器，很轻胎耶，很轻胎耶，黑黑圆圆胖胖的，然后他就会在那边爆米汤啊，然后我们就从家里拿那个，我们家都喝那个克宁奶粉，拿一个桶子装家里的米，咚咚咚就跑出去排队拿米哦，对，拿米，然后就排到那边的时候就那个盖子打开，就把米倒进去，然后关起来就咚，我们很喜欢等最后一刻。他就说好了，他把它打开之后就嘣一声，可以轻胎场，很大声，但是我们就然后就倒出来这样。我觉得也是现在我到现在都很喜欢吃这个爆米汤，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其实我怀念的是那个感觉，童年记忆。对啊，其实我在我们家附近，大概10几年前还有看到，现在就找不到了。我后来想，我老婆要去找就找不到，对，我觉得那个车子蹦出来的真的很不一样的味道，很天然，对，很天然，对，而且是自己家里的米，对啊，很好玩。以前的米又比较干净，不像现在为了要拿自己家的米，对，拿自己家的米，所以这个你什么都拿自己家里，在哪里蹦的，还是自己去哪里买的？这个是买的，我买的，彰化。就很厉害啊！就人家绷好的，绷好的啦，绷好的，对，他都会绷好的啦，没拿去改米去绷。以前真的很有意思，你要吃臭豆腐自己拿盘子去装，你要吃什么就酱菜自己拿盘子，这个要自己拿米去装。对呀，童年的美食。以前住乡下卖菜啊，以为磨全没用给3轮车送进来，还有面包。你要吃面包也是那个发财车载进来。对啊，真的很。对呀。以前那个螺丝面包也是很特别，现在有里面挤奶油的，对，味道就是跟现在某 Q 用，因为它不能那么多添加物，是，所以比较不好吃。没有啦，不同的味道那个不一样。阿里亚黑马盖瓶盖，就是瓶盖有什么好玩？然后有蛮高，瓶盖很好玩。其实瓶盖有很多玩法，有的人是把中间打洞，然后穿绳子这样玩。有看抖音那种，对，它会这样转，对，它会转。但是那种就是自己玩。你知道我们以前我们改地头盐，我们有时候没有那么有钱去买那个纸牌，我们就用这个。怎么玩呢？比如说我们有3个人啊，就是一人出4、5个，然后堆起来。就跟玩纸牌的那个不一样，我们打法不同。对，我们打法出来，然后你控它。对，等一下我们可以来比赛，因为纸牌是这样子玩。好哦，老师来，来，要这样衰退啦，控它来搞，这样会搞哈，多叠一点。等一下。哎呀，贴可以了，差不多。指标的那个差不多。然后指标的控它搞，控搞。底下是我成款嘛，让数我怎款嘛？对，剪刀石头布。老师先上先。我要先，这刀个去。用刀哦。老师学好，换我了。刀要是来。所有离开的就是我的。对，离开的就是我。一样个。全部黑你，某地嘅排档风都黑你，就抽了。对。安尼啊，哎呦，已经欣赏chung，这个就可以一起玩哦。哇，哎呀，还有一个，这玩意。老师谢谢。这我台北去咯。对啊，我这都屏东啊。哎呀，好，有3张，等，就是这样再算一下，对，然后就算一下，1、2、3、4、5、6、7、8、9、10、11、
所以变形三样哎13，哎呀，哦，是哦，要去做啊，给他厉害了，有练了。现在的瓶盖很难敲，对啊，要敲平它不容易。你为了要上这一段去买了两手啤酒呀？去那个便利商店要，其实我没有敲成功，但是其实因为很难敲，它那个中间小时候比较好敲，因为随地都是石头啊什么的，我们就拿一个大石头就哐就开始敲。哦，现在在家里敲太大声，邻居会吵。那你到院子敲也会吵到人。没有。对啊，谢谢老师。哎呦，这个也是蛮好玩的。这很好玩。对啊，又不用钱买纸牌，这个以前随便去便利商店。你不用钱啊。哦，对，一般人可能要喝个24瓶。我说的也是，因为以前有开瓶服务，你大概到杂货店都可以要得到。对啊，对，这个我觉得很好玩哦，这个不错。然后搞，我刚本来以为会觉得很无聊，其实完全不会，这很好玩，看不出来要玩什么。其实有技巧哎，你要是没有打过的话哈，打不开。哦，没办法把它打散，没办法打散，对。你看人家做的榴莲的高一下，他俩又还蛮好，这个也是我们常玩的，这个也是随手可得，不用花钱，就会折纸青蛙，折纸青蛙，纸青蛙有很多种，然后纸青蛙刮，以前我们那应该尤少奇老师来玩就是同学我们一起玩，每个人有自己的国家，像我的国家叫冷国，我的青蛙国叫冷国。然后我哥哥叫东宫国，就每个人有自己的名字，就对。然后我们就国家跟国家打仗。哦，用青蛙打。可是有大有小哎。有大有小，就自己挑咯。有的时候不一定大只小只的。然后再来就是跟同学比，我们也可以赛跑。还可以赛跑？要怎么？因为它会跳啊。你这样按，那比较大只，它身长比较长啊。可是你要看它会不会跳。真的会跳哎！真的会跳哎！哎呦，好可爱哦！每一只都会吗？哎呦，这只跳好远！哎，呼呼，它翻倒了。你看我哥不行，下面不行，这样就不行了。对，翻倒就不行了。你的尾椎不行。哎呦，有啊，要练习对不对？这一定要来比赛一下吧。其实哈，你自己国家也会有将军哦。我们要组队，有的特别会跳。来，那两个一队。我是郑国，你郑国，郑妹国可以。我维持我的冷国。罗哥，你要找一个来 PK 那我 Y 国。Y 国，你要找谁？你要选哪一支？佩萱。你看我折了很多。我要粉红色这一支就好了。正妹就要用粉红色，碎粉色嘞。是哈。那你是什么国？好，这支。我们是什么国？没有，你是自己国。你自己一国，不是两个。你是佩萱国，不是两个一国吗？你们两个对是吗？你是佩萱国，我是惠如国，你是对。谢齐国。谢齐国，等一下他自己一国。对，就是我跟吉娜。我们两 PK 啦，对 PK。我是正妹国啦，正国，我是冷。哎，我们把这要怎么比啊？有2条线，怎么这么巧？先放地上没关系。好。对。所以我是要跟罗哥 PK。对。我们从这边去那边吗？好，可以哦。这谁家的青蛙？好，那要说预备开始吗？要说预备，翻肚的就重来哦。预备开始，好了。讲脏话哈。为什么？惠老师不对，笑到我也不太会跑。你刚刚很会跳，为什么现在跳不稳？我一直笑。差不多，时间差不多，差不多。哎，他跳狗链呢？跳狗链呢？每一只青蛙折的不一样，它会弹跳的也不一样。好来，它好会翻肚，我好认真哦。你看我画图哎，嘿，你压线呢？预备，谁压线了？预备，开始。翻肚要重来。不是啦，不能太大力，重点是太力。抓到诀窍了！哇，佩萱要赢了！不是他，你跑到别的跑道，没关系，你不要转身。哎呦！算了，哇，佩萱赢了。对，
我要摸过这很好玩。然后我们赢的就把别人的青蛙收走。大自然的国家就越来越旺，对，越来越人就越来越蛙就越来越多，到最后就真的变谢奇国了，国自成一国，真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可以玩呢，我觉得真的很好玩，要把它做成那个小孩子那边家里，然后还可以叫小朋友自己，你看我很认真，虽然我不会，我每一只都把它画画，对，有一些还有我的谱，像疫情当中有没有一些小孩如果真的没有去学校上课，就坐在用每一只我都有画画，你还画画？对呀，你看我多认真，你好无聊啊，真的，好用心，他也很用心哎，真的。还好没有，这只就很会转圈，哇，这只忍者很厉害哎！我跟你讲，你们没有挑这只超会翻肚的哦，真的哦，对，看它就很会翻。我研究了很久，它都没有办法哦。哎呦，这个好玩，这个好玩，很好玩哎！谢谢，对，我们最后要请出好酒要成瓮底哦，对不对？哎呀，敲他的一起来那个恭迎我们下一位，对，有吗？四个一起恭迎，好。恭迎我们的贵部先生，好，有请你手下先生带来罗腔山歌跳。绿色秋妹来唱山歌，哇，很久冇看到卡带呢，用青兔子，让妈妈亲好。哎呦，你还手下先生吗？哎呦，那该当然听个，这样是个相片同意冇干嘛个。维修诶，这个年代咧，个学生个翕诶，无嘛个编呢，青江呢，还有 CD， 还有青岛个录像带。以前系主持啊，该种我是马祖客家电视台、威盛电视台一时间主持节目诶，同你做了几年。哦，有高年 VHS 带。转上就要转下，起码客多就唔生咯，榕树探到就唔差嘛唱山歌，阿爸既然就学一学，竹白用铁就打锣鼓，那到关键就烧河啦。哎呀！太极，莫牙记哦。然后做头这西藏老师哦，同年都去考上来啊。哎呀，你这
为人随和嘛，对嘛？打事情嘛是爱嘛，对嘛？係啊，他個好團呢，好同打追鼓啊，其實哈，我上了節目講老實話，犧牲千台，真的，因為伊家嘅形象，伊家嘅 TV， 乃做得本人嚟搞，對嘛？係啊，觀眾朋友講好看，好看啊，好看！一講阿國母啊，那個國母阿鳳啊，得擺出嚟考試嘅，連連耳朵都該考試嘅，突翻嘅，突翻嘅，主要按你考試咁好看，係啦，神奇啦，上節目就會唔按嚴肅，節目嘅效果，節目效果，觀眾朋友記得啦，一看客家電視台農業大擂台，有我老豆做廣告，有我係收聽出來。但是哦，但是唔係記得講老年大擂台，即係今日按我講一個童年，係啊，對人嘅年紀嚟講，係記得嘢嘛童年。對佢哋年紀都年紀嘅，係啊。哦，係細細時嘅千條皮，當我開書嘅，開書嘅加油廣告，開書加油，下尾頭去畫人嘅番薯，嚟確認。哦，啊！因為夢係講做乜嘅一家番薯唔咩？開玩笑，咩一家番薯專意為竹筍炒肉絲啊？係嘛？這麼要挑大面嘅番薯，小話撇晒，之後一夾就好啦。係啦，切價目係要500嘅呢？做乜切撇撇晒？係要我學要挑雜人嘅8咧。8咧，哦，阿婆8咧，咁學劇到蘇當伊嗬，啊蘇北鄉起是劇當家，佢上去摘啊，啊嗰度煮完來啊，佢要調好了做當家啊，啊我要昂上我最細嘛，嗰度佢調好了就往外劇啦，你弄個劇上去個煮完之後調咗，人贓俱獲，哦，係啊，在現場啊，哇，對啦，即係話好了，我咪佢休息，轉去要調外把。俺不就有竹筍炒肉絲？哎呀，這挑戰你的8嘞！蘇北兄弟還出賣你就炒了。你切價有8嘞，唔賺，你這裡賺嘢8嘞。還有吼，所以你們看我剛才老慧茹老師講到，我看我哎兩個係，我都會從最尾一棒的。大隊接力哈，都是最後一棒的。哦，先是當會教哈，還有個教個躲避球有嘛？躲避球啊，你嘛，我是認識咋，我冇力可以打人，但是我最會抗。哦，對不對？腳我要調起來，兩片我要照兩片。唔動，啊！特別係幾場嘅嘢，四槍槍出從藝賽。厲害啊！細細時嘅動不跳啦。哦，還有看人做戲，好看人細細時嘅啦嗬。啊，個音樂係一響嘅時候，個廟方戲棚嘅音樂一響，我今日嗬，唉，細神照當家，平常時候一般愛抱隊啊。哦，平常時唔細神，唔細神啦，三日冇細神，少米絲咁樣。係啦。啊，今日哈喺戲棚但係音樂一響哈，夾是始終坐定半愛抱細腳細聲。哦，就演咩看台戲就做。看台戲，就係暗講係看台戲啦。結果去戲棚下看人化妝，講誒，去廟棚看人做啊嘛個糖葫蘆人講我哋鮮雜糖，鮮雜糖，棉花糖，教阿姨好。你阿貴咧，佢個廟嗬，謝老師個廟當年哦，佢送當到鮮雜糖俾你食。真係啊！哦，同你嘅，同你嘅，鮮雜糖，鮮雜糖，我都講鮮雜嗬。係我去個看見嗬，應該做戲按大班講，我就會做下一個太平床，一條個披巾啊，拿嘢按邊。哦，哎呀！做戲我想喊拜有音樂，我係唔係能夠按做戲上面？哇！難怪人家特別畫嘅狀就像做太戲嘅狀。我那狀就咩係你條嘅造型。哦，人講就講到幾條咯，係嘛？點啊？講啦講啦，唔過講到咧。係你用嘅年紀有暗嘅面相，黐落嚟。係啊，會不會喊他講？有看到嗎？哇！他來，記得啊！哎呀，在，數學呐，你有看到條咋嘛？有大同寶寶。大同富豪，大同產品最可靠，大同產品的會不會講真美麗？會不會就亂講嘅？啊！你這個以前當愛你看，哎呀！哦，要像個招財貓一樣誒，兩模咧，兩模誒。財神。以前我表佬嗌我下條嘅，來呀！
來啊，前億來啊！哦，啊，唱完嗰種要做啊！那報紙都按好啊，你啊，你不有錢嗎？你等下看看嚟，等下講。應該有錢吧？有一多年的歷史呀。你啊，可能有30年前的歷史，30年哦。啊，你啊，潛啲咩潛唔到啊？講老實話。從泰通公司成立以後，當年都有出。 61年咧，61年。哎，你台灣啊，泰通公司嘅東西乜個最好呢？天幕，青羅用，哎，真嘅來show you來do，世界有名嘅。也應該就61年嘅哦，有效，哇，還有寶物，以前沒有講啊，6歲就出來創作嘅嘛，出來創作以後，寶妹就去幹唱片，然後王連田先生啊，陳木真先生，然後王連田先生嗰陣時就那黑膠唱片，掠的。 哎，唔見睇咧，唔見睇，那我們幫你後置上去，版播嘅時間哦，哎呦真的，版播嘅時間哈，本來都睇新舊裝唔見睇，你冇呢套美樂唱片、米樂唱片，龐氏兄弟屬8個字啊，佢就是應當還有保留的，哦，還有保留，美樂唱片、美樂唱片，啊，不過嘅唱片以後是有卡帶，哦，卡帶，那卡帶出嚟哈，哇，新舊冇看到卡帶呢。 哎呦，永晴禿子，對啊，讓我媽媽親好啊！哎呦，你還去下欣賞嗎？哎呦，該當然聽嘅啊！嗰陣時嘅相片同佢冇嘅嘛嘅維修嘅，即係年代咧，人家學生嘅翕嘅。誒冇乜嘅變啊，係清江咧，對後生都有嚇，係啊，冇變糯米冇變嚇。有一啲清大son啊，嗌老賴碧霞老師、趙彩雲老師、楊妹。 還有何玉鳳老師，攏愛嗰陣時都海力唱片推出海力唱片，哦，那新傳曲藝，嗰啲唱片有帶咩有咩啊？本人加一就唔見睇，嗰清大son還有 CD， 還有青島嘅錄像帶。以前係主持嚇，嗰種我是網友客家電視台、威盛電視台嘅時節主持節目嘅，同你對了幾點？哦，有高年貼片節目，高年貼片節目。VHS 帶，係啊，哇，嗰種時間呢？ 這也是時代的眼淚了。對，30年前。還是帶地位來聽見啦。說個比如以前亞視的有冇？哎，亞視就賣卡帶，卡帶以後，後來 VHS 以後，給亞視的賣卡帶，給我去搞我有電視，我有變喇叭，啊，給我變也卡帶，變卡帶，啊，我變人唱，變人看，啊，人看咧，哎，看咧就會買。哎，唐講頭擺亞視的清河賣咧，哦，頭擺亞視的那一轉入韓國以後，10個攤全部都在賣 CD 卡帶，對啊，亞視的最多，嘿，哦，還有倆。 哦，有 CD 啦 ，CD 嘅 ，CD 都較後來啦，哈，較後來較新嘅。啊，你也是嗌到林在義老師對唱嘅啦，哈。哦，貴族嘅啊，對條嘿。其實嗌到恰奇怪都是沒有在南亞唱片公司有出的嘅，有啦，哈。一點都有啦，一點都慢慢的切，基本冇時間，基本冇全部帶過來，壓縮好嚟，壓縮好嚟，真係珍貴咧。好，以前細細時還有教過嘛嘅，你係咪嘅？沙包。 嘿嗱，誒沙包我記得唔介紹幾下擺呢？沙包咪咁介紹哦，有啦，冇啦，冇咁冇。你啊做個遊戲是誒，你一間點樣又開始搞？我以前的沙包冇按講啦，哦，啊以前的沙包是嗰種嘅乜個色嚟塗奶色啦，奶色啊今日的沙包啊，小矮嘅學生啊，潮妹啊，哦，潮妹嘛，沒有嚟唱歌嘛，你做嘅。 哦，佢用發布嚟做，因為以前你教嘅個沙包啲啊冇可能很脆嘛，啊所以佢哋做，唔過一個戰士用嚟教。好啦，用示範一下。嚟，啲人記得。咁我變一日當好嘛？150兆，開玩笑。係。啊，啱，要教。看看啦。時間啊，4隻。哎呦，我嘅電光按橋。 標下來，矮仔，一隻，矮仔，矮仔，腰一隻，矮仔，4隻，哦呵，兩隻冇拿到，數量少啊，好啦，然後教翻啦，你數下睇，唔教翻啦，矮仔，我第2隻，唔係我講矮仔，一問二問嘅，冇按過啦，喂，見到，我試看啦，唔係攬唔出隻矮仔，哎呦冇按改喎，係啊，溫嗌哦，嚟，
一张哦。调安用蛮高，一张。矮仔，讲矮仔呀，莫讲矮仔啦。哦，讲矮仔呀，矮仔哦。哎，一般拿2张吗？一张。哎呦，都搞不下去了。哎呦，来，再继续去复健。一张哈，弯一张。哦，不用下来，弯一张。矮仔。哎呦，哦，胸袋。哎呦，厉害。哎呀，这两位有个东西啦，莫按人哈，4张哈，按做起来个数目按睇啦。哦，矮仔厉害。應該一前教條風嚟教一下，請你去過先生。貴先生，其實都會教，應該會教。先生教一千厲害。但是佢頭擺可能細教殺條，佢唔係教也重嘅啊。係啊。細嚟冇教也重。細嚟仲教殺條。哎呀，係。吃飯唔好講矮仔啦，唔好矮仔，哦，矮仔哦，我想拿一隻標一張，拿一隻標一張啦，拿一隻，哦，標一隻啊，哦，厲害，矮仔，拿一隻，標一隻，咩？標一隻，哎，得上去，得上去，往回，往一隻，按樣嘢，哪有講，哪去了，標啊，馬上按教嘅啦，來，嚟咯，我講矮仔好，乜嘅矮仔，哎呀，標一隻，咩啊？專業，我撈到差幾個時陣，一4蚊研究真係就4蚊。講4蚊研究，我哋特別教殺條啦，殺條因為2粒、3粒啊咧，前後4粒，你可以種清簡單樣嗬，係冇簡單嘅。係啊，我時數冇人睇你，穩下啦，得上去穩啊。叫乜嘢？叫乜鬧啫？日同係差唔多嘅，差唔多。那你講過咧？你夠有啦。喺車奇過咧？你夠有啦。了，好咧，了，清真貴係冇用教。阿仔，全世界出嚟一啲，你有冇咧？簡單用教咧。好，所以快啲按簡單，冇簡單，真的，哎呦，多謝，哎呦，今日唱到嚟就安尼個，按到喺欣賞，講下分享佢哋嘅童年的記趣啊，好教嘅東西，係啊，好教嘅東西，親神奇呢。我講動畫呢，觀眾朋友看到咩動畫一樣嘛，哎呦，真的，佢哋嘅童年嘅回憶，真的，好，你這製作單位真係簽遊戲，上拜啊。你叫我要企劃按到一個新聞節目哈，兩個主持人也不差，請過我特別就會，特別都係過我啊！我節目真好看，節目下一擺特別計劃，將上看啊，看還有乜嘅好搞嘅，做嚟做嘅 idea，講出來啦。你觀眾朋友加油，簽好嘅想法咪做得到。好，多謝兩位，安子姐，多謝謝謝，回座休息哈，安子姐，好。哦，有錢冇？都帶有錢冇？哎有呢，就是一年都兩。哪一買有出錢哦？聽超有啊，超下先生嘅粉絲啊。係啊，好，今日多謝到先生嘅分享啊。係啊，好教嘅東西，好教嘅事情，好教嘅故事。哦，阿咪帶來好當到好食嘅東西。但是他個冇記得，喺好創嗰個朋友夾來報名。打電話來，9666766春真天發1277823等條台打電話來哦。好，今日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嘅收看啊！多謝大家，安子姐，阿咪要多謝一道先生，好，安子姐，謝謝。好搞嘅，好事嘅，什麼先生？什麼汪清先生？謝謝老師們，小康老師辛苦了。哎呀，李先生，老闆也辛苦了。好，下禮拜阿咱忘記了哈，中央一定要準時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來，拜拜。思念故鄉的愛人，想要陪在你身邊。
夜风吹面风，像披到故乡的乡。三更半夜睡茫茫，上门已孤独好梦。冬日光，小心房。一杯茶甜小浓，花光一般木质跌落两三行，漂流在思念的河。南下列车奶奶传奇款心爱的伊，一看行李色念念讲不出的心情。虽然行人变多，厝人挑剔，咱的归宿真懂事。南下列车载着休息，要回去看你。飞过都市，飞过山花，飞过月光暝，用台语甲客语唱出心情。要回来你身边。冬日光，小心风，一杯茶甜小浓。光一般木质跌落两三行，漂流在思念的河。南下列车带来传奇款心爱的伊，一看行李色念念讲不出的心情。虽然寒芒变多，厝人挑剔。咱的归宿真懂事，南下列车载着休息，要回去看你。飞过都市，飞过山花，飞过月光暝，用台语甲客语唱出心情，要回来你身边。用温柔的恋歌唱出心情，要回来你身边，陪伴点。